我是个在都市长大的客家小孩，为了找回记忆中的客家味道，于是我背起我的背包，立志要走遍每一个客家庄。这不只是一段假期的旅行，而是一种客家精神的再学习，一种要深刻体验我们客家人最真实的风俗民情。这次我要踏入俗称内山公路，行进台湾西部各县市邻近山区的台山县，试着放慢脚步，循着味道的轨迹，沿着群山寻找健康栽种蔬菜的乐活农家，了解百年水车的文化故事，细细品味茶园飨宴，亲身体验果农生活的幸福甘甜，享受台山县上的乐活滋味。今天来到台三线上北埔乡的南埔社区，南埔与北埔以大坪溪一溪之隔，远离了北埔老街假日的喧哗嘈杂，隔绝了鼎沸的人声，让南埔村落仍维持原来幽静的生活形态。这次骑的单车来到南埔这个朴实的农村里，踩着脚踏车，慢慢的认识这块土地。从北埔市场出发，来场田园式单车之旅。舒服凉凉的微风拂面而来，我骑到了百分桥，来询问熟悉当地文史的江校长。我刚骑过来啊，就是骑过这一条桥，我觉得这个桥的那个造型好特殊哦。对，很特殊。因为这条桥呢，它原来是很窄的一条桥，后来拓宽的时候，刚好北埔国小100周年校庆，为了纪念这个学校100周年校庆，所以上面是一个符号。看起来像100，其实是真的是100。哦，对，难怪叫百分桥，所以它是100，是100的关系。那之前不叫百分桥，是南埔桥。后来因为很多人在考期之前会来这边走动，希望考100分。所以以后考试的话，就要多来这边走动，就可以拿到100分。是，我们就把它取名百分桥。而且这个桥很妙，是那边感觉是比较热闹，然后这边是比较像是乡村的感觉，就是没有错。所以这个桥算是搭起这个北埔跟南埔的一个交通要道。哇，对啊，那个景色我觉得变化好大哦，我觉得好特别哦。骑着单车享受田园风光，凉凉的微风拂面而来。走进田野间，秧苗正翠绿着，等待茁壮。步入丛林林立的山林，有多久没有听见潺潺的溪流声？校长，我刚刚看这个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对，大概165年了。那当初为什么会建造这个水车在这里？这旁边这条水浚就是南埔浚嘛，它灌溉大概南埔平原大概有60公顷的土地。对，但是有比较高的土地啊，水没有办法灌溉嘛。所以他就盖了这个水车，就把低的水引到高的地方去，这个就是水车的原理嘛。到165年了，它就是靠着水流动的速度，它有一个板子嘛，冲击它，让它转动，这样原理。所以它这个转动160几年了。对，160几年。其实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生活用具了。其实从这个水车灌溉的原理可以看得到，就是早期先民开发的辛苦了，对，没有水的地方，想尽办法要用一些科学原理把水引到高的地方去了。哇，所以这个百年水车是非常有意义的。对。走在百年水车旁，不禁赞叹，鲜明的水利工程是如此和谐地融入在大自然中，在规律的打水声中，烦忧仿佛也随水流去。我骑着单车继续探访客庄文化。来到了坐落在田间南埔的信仰中心南昌宫。南昌宫原为国王宫，主神为三山国王，原为南埔开中药店，人称彭少伯家中奉祀的王爷宫。本地村民有病愈者，感念王公保佑，逢年过节前来祭拜，信徒逐渐增多，祭拜空间不敷使用，于1897年改造民房立庙，恭请王爷公移驾至此，供村民祭拜。走入农村，深入社区，来到了北埔乡。听说这里的客家传统制饼，结合当地盛产的水果桶柑，我背着背包走入台山县，穿越小村小巷，马上来一探究竟。
我听说你们这里啊，有用在地的食材做的饼。对，讲到在地，这个时候当季的是我们的桶柑，然后我们有桶柑做的好吃的糕点。那不如我带你来去橘子园看看。啊，这附近有橘子园哦。有桶柑在北埔峨眉的产量应该全省之冠。然后我可以现摘，然后现拿来做。是。哇，好期待哦！赶快带我去。好，我们走吧。好。想要品尝桶柑饼，其实并不容易。邱小姐说，乐活就是要自己体验采摘乐趣，进入果园，了解果树栽种方式，结实满满的一颗颗桶柑，有它独自的外观装扮。眼前看过去，竟是满满的桶柑树，每一颗桶柑都是果农辛苦1年的收成。彭大哥，我刚刚走进这果园啊，我觉得好漂亮哦，而且一路上啊非常的整齐干净啊，想必那个彭大哥一定花了很多心思在经营。那彭大哥做果农做多久了？大约有11、12年的时间了。之前在园区待了也将近快20年的时间，科学园区。那怎么会从那个科学园区，然后回来做果农？这个是交通的时间，还有家里父母年纪也大了，然后因为这个种种的原因，所以来承接这个家里的果园这个样子。原本在科学园区工作的彭大哥转行回来种植柑橘，遇到的挫折并不是3言2语可以道尽的。友善耕种的契机在此油然而生。看着结实累累且颗颗饱满的桶柑，果农脸上满是欣慰。彭大哥，你刚刚说就是你回来，然后最大的挫折就是因为跟父母亲的观念是有一点点的落差，是有什么样的落差？你老人家的耕作方式，它是比较传统的，常常要喷农药这个样子，然后，对啊，刚开始衔接的时候，我也是受到这种感染，后来觉得，越做越不起劲嘞，然后也有好多的挣扎在里边，经过去跟朋友的讨论，然后去上过一些课，然后在电脑这边找一些资料，然后走上后来从慢慢的从喷农药，然后走上这种耕作方式。比如说是橘子树的高度，你就有那个2个人的观念就不一样了。以前老人家的观念，它是橘子树越高的话，它的结果量越多，然后你采收的数量也就越多。我的观念是要帮它矮化，好像是跟我们人差不多一样高，是为什么？那个是修枝啊，你可以看得到这里的橘子树都很高，这个是没有经过修剪的。然后底下刚刚你看过比较平整的部分，然后高度没有这么高，是经过修整的。现在就是要尽量去做矮化，然后不要用机械化这个样子。那为什么矮化是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吗？比方说好了，我现在以旁边的橘子树，我随手一踩就可以踩得到了，我不需要经过可能还要梯子啊，或是其他的机器，然后去采收。对，这个在人工成本上面是老人家比较没有去想到的这一个区块。哇，我刚刚去那个饼店啊，它里面的那个饼啊，都是用你们家的桶柑做的，是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们这里是比较自然方式的耕作方式，所以他会用我的桶柑去做他们的桶柑饼。哦，原来是用自然耕法比较健康，所以才找上那个彭大哥。对，彭大哥跟我开玩笑的说着，讲这么多种植方式，不如现采现吃，品尝桶柑比较实在。吃完答案自然就出来了。那这个可以直接吃吗？当然可以啊，我就是拔开来给你吃的。好，你是那好，我吃看看。男孩子拔桶柑不要这样子拔。不是这样拔哦。正常剥橘子不是就直接剥开吗？我们比较大方一点，直接把它从中间这个样子扭开来。扭开来，好。吃橘子应该是这个样子吃才。1分2半。试试看甜度啊，要报告好甜哦，它水分是非常多的。哇，那如果就是口渴的话，就多吃几个。那当然。好好吃哦。那你有没有发觉它一颗籽都没有？我觉得，因为这个叫无籽桶柑。这叫无籽桶柑。身在果园里面，彭大哥与我分享现采现吃的桶柑滋味，在前人的爱物惜物的精神，1年只有产1次的桶柑，每一颗内外都十分珍贵。在果园里，我尽情享受采果乐趣，
带着彭大哥的丰收喜悦，回来找邱大姐制作在地客家桶干饼。台记，我回来了。哦，是哇，我采了很多的桶干回来，新鲜的哦。对，而且彭大哥好热心哦，还告诉我桶干的故事啊。那再麻烦台记教我做这个桶干饼。好的，我们来去准备这些做桶干饼的材料。好啊，走。哇，好期待哦。那这个给你们包看看来，就把它包合嘛。包一般我们包的这虽然是很短，我们都会怎么样这样子包起来，这样子包起来怎么样？包好就可以压了。对。那我们抓美人茶哦，它受这个小绿叶蝉危害啊，茶树呢它会产生一个自愈、抵御外敌也好，所以它会散发一种味道，所以我们就叫通安美人茶，客家话叫炒烟茶。哦，原来还有叫炒烟茶，就是稀释过的茶。着远。然后一般我们会先端起来，然后闻一下它的味道。好香哦，就是那个蜜香味。然后再缓缓的喝一小口。哇，我好喜欢那个，就是含在里面从蜜香，然后最后慢慢变到清香，然后还有一点点的熟果味。当初怎么会用桶干融入在料理中？因为好处是它的籽很少，在地这个桶干产量是最多的。哦，刚好结合当地现有的食材，对，然后做出当地比较特有的一个美食。是用在地特色的食材来做我们的糕点。拿着现摘的新鲜桶干，每一颗内外都十分珍贵。从泡水静置，切开桶干，杀精整形，再用麦芽熬煮成桶干蜜饯。道道功法，创新巧思。我现在就要将煮好的果酱、糖蜜来找大哥制作桶干饼。哦，大哥，我们刚刚做了很多的过程啊，终于把这个馅料做好带来了。所以现在这是最后就是要包馅吗？是，待会你在看我们在包馅的时候，我们这个，因为这个馅料都是蛮软的，所以说，每一个动作都不能有停留。看他们怎么。好，我先看一下。对，先看一下他们怎么包。哦，其实是先压扁，然后把那个大哥切好的馅料把它包在里面。对。好，包的技术也是有技巧吗？也是有技巧。好，那我来试看看。那这个给你们包看看来。就把它包合嘛。这样子包，我们再大概压一个，好，这样子包。一般我们包的这虽然是很短，我们都会这样子包，有没有？这样子包起来，这样子包起来有没有？让它会比较密合，待会在烤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有点爆出来那种感觉。包好就可以压了，对。等一下在烤的时候，我们大概要烤个10几分钟。在等待桶干饼烘烤的过程当中，大哥告诉我，客家传统制饼虽然没有华丽的外表，但每一个食材和每一个步骤都取自于在地的友善耕种的果农和经历数十年制饼的淬炼，道道功法都具有传统的自然淳朴风味。我满心期待着成品的出炉。哇！自己做的这个桶干饼啊，现在终于完成了，其实真的非常的不容易。那其实我觉得里面的故事更令我感动，像是早上的彭大哥啊，用自然的农法加上健康的概念，还有邱大姐啊，用自己的创意做出了这个桶干饼。那这种用热活的生活态度啊，去做出这些桶干啊、种桶干啊，我觉得是非常令人敬佩。而且我刚刚看到有一些桶干啊不好看的，应该是我做的。等一下呢，我就自己把它消化掉。我来看一下哪一个是我自己做的，因为我那时候捏好像有点把它捏坏了。经验做没有那么多，都是这样，多做一点就不会了。还好，其实后来成品看起来其实都算蛮好看的。是都不错啦。那我赶紧来品尝刚刚努力做的菊香酥，现在终于要来品尝了。好。这个里头的内馅呢，就是有我们的桶干蜜饯。对啊，哇，好期待哦！我们那时候还一起做啊。对，要洗收啊。然后还有桶干果酱。好。
好好吃哦，很清爽。对，而且它的这个饼皮啊，就是外层啊，有点像是太阳饼，然后它的内层啊，就是它的那个果肉啊，酸酸甜甜的，然后加一点点的那个麦芽，我觉得搭配这个太阳饼的这个外层的口感啊，是非常多层次，好好吃哦，清爽 Q Q 的。桶柑滋味念念不忘，唯有亲身体验果农生活，了解果农的栽种理念，脚踏泥土去实践乐活精神，去了解当地水果结合制饼的创意巧思，亲自动手做，从无到有，从有到好，内心满足的感受，才能吃到幸福甘甜的在地好滋味。邱大姐说，吃完饼一定要来台三线上的峨眉乡来体验茶的文化。踏上台山线，走入峨眉乡，远远就闻到淡淡的茶香味。我循着味道的轨迹，呼吸新鲜的空气，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茶园飨宴，寻找最真实朴实的感动。哇，我现在来到了一片绿油油的茶园。那其实走在里面的感觉啊，非常的宁静放松，很有大自然的味道。不过呢，我今天来找一个非常有名的茶，叫东方美人茶。东方美人茶这么特别的原因，是因为呢，除了它的口感、味道、外观很特别之外呢，最重要是它有繁复的制作过程。大家想知道这个制作过程吗？一起去瞧瞧。东方美人茶种植的方式跟一般高山茶不太一样，虽然台湾茶叶栽种面积不大，但精彩多元的历史、生态、景观更是令人向往。前方有位正在整理茶园的大哥，我小心翼翼地走进茶园，上前跟茶农讨教名茶知识。徐大哥，可以带我了解一下东方美人茶的故事吗？好啊，好啊。那我们今天来到茶园，那逢山必有客，逢客必有茶哦。那我们客家人真的跟茶叶有很大的连结。在这个客家庄，我们峨眉乡有40位茶农，那这40位我们都奉行着一个比较友善环境、友善土地的耕作方式，大概就是不用化学肥料啊，不施洒农药啊，然后我们来制作这个东方美人茶。那东方美人茶的3个奇特的地方，就是它是生长奇特。那怎么说生长奇特呢？它要在不受环境污染，然后它要在背风多湿的地方，然后才会有比较多小绿叶采。再来是它的制作奇特，然后口味奇特，外形奇特，它是有很多的奇特点。那我们东方美人茶它受这个小绿叶蝉危害啊。那小绿叶蝉是怎么来的？那就是我们不施洒农药，就会有这个虫来咬食这个茶。那这个茶呢，茶树呢，它会产生一个自愈能力，或者是说抵御外敌也好，所以它会散发一种味道。那这个味道刚好我们在这个时期采下来，用客家人特殊的制成，它就会有这个蜜香味。我是不是有听说，就是采这个叶子啊，它是会采比较嫩的地方？对，我们摘采东方美人茶的时候，我们都会摘采1心2叶。因为东方美人茶是重发酵、重萎凋的，如果我们采得过长的话，它在发酵的均匀度上会不好，所以做出来的品质就会不好。所以我们都会尽量的很高标准来采1心2叶的部分。像我有听说，就东方美人茶，我们客家人会把它叫碰风茶，是为什么？东方美人的典故是这样的就是碰风茶。那为什么客家人叫它碰风茶？但是说以前呢，因为客家人比较爱物惜物，然后比较勤俭然后所以我们东方美人茶它是受小绿叶蝉危害以后，其实它是一个有缺陷的茶，有缺点。那因为我们客家人比较勤俭，所以还是把这样的茶摘采起来，舍不得浪费，摘采起来做。那用我们客家人特殊的制程做以后，没想到却得到更高的品质，意外卖得很好的价钱。所以传回乡里，人家就说那这个有一点吹牛，所以后来就开始流传这个茶叫做碰风茶。那为什么后来又会叫成东方美人茶呢？那是因为说这个茶叶它辗转传到英国，那这个英国女王觉得这个1心2叶冲泡的时候好像在杯中旋转，就像女子在跳舞，她就赐名为东方美人茶。哇，这样取名好美哦！我自己也有听过就是一个东方美人茶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以前客家妇女在采茶的时候非常的认真，然后那个样子看起来很美丽，所以也是叫东方美人茶。
东方美人茶的由来可以说是一连串美丽的意外。自然的栽种引来了小绿叶蝉的习吻，又因客家人惜物爱物的观念，舍不得把受虫害的茶叶丢弃，所以制成东方美人茶。整个过程犹如山重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其实应该这么说，东方美人茶它是一种茶叶制成还有成品的名字。经过这样子的制成下来的茶，都可以叫做东方美人茶。那在我们峨眉乡啊，大部分都是种植青心大谋。青心大谋，对，这里的品种。对，这里的品种，像这一块园就是青心大谋的品种啊。青心大谋在我们客家话讲叫呛性台旁。呛性台旁，对，呛性台旁。但这个茶叶在受小绿叶蝉吸食以后，那吸食我们讲叫抽烟啊，所以我们就叫东方美人茶，客家话叫抽烟茶。哦，原来还有叫抽烟茶，就是吸食过的茶。对，着远。主要产地在台湾新竹一带的台三线，最适合制作东方美人茶的茶种是青心大某。茶树嫩芽经小绿叶蝉吸食后长成之茶芽，称为着岩。了解东方美人茶的故事之后，徐大哥邀请我一起去了解制作东方美人茶的制程。那采摘回来的茶叶啊，是不是有很多的过程？对，因为我们制作东方美人茶算是过程比较繁琐繁复。那像我们要平均摊晒茶芽，1星2叶茶芽要平均摊晒在这个佳丽上，但是它不像高山茶晒得这么厚，因为我们东方美人茶是重发酵、重萎凋，所以如果我们晒厚的话呢，会怕那个日晒或者发酵不均匀，所以我们都晒得薄薄的。那像我们在日光萎凋好了以后，我们就会放在室内静置，让它有一个恢复的时间。那为什么要给太阳晒？第一点是香气会比较好，再来就是它的那个水分散失的会比较完整。晒完以后拿回室内，然后再经过一下子，那我们就可以进行我们的搅拌。那搅拌或者称浪青，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刺激它再一次的细胞活动起来，再进行发酵。然后一开始翻动是轻的，是比较轻的，然后到后期的时候，我们就是很重的波动。就是要让它发酵。对，所以它发酵很多次嘛。它是反复进行4次到6次。那这个浪青就要到4到6次。对，所以它制作东方美人茶时间是很长的。哇，刚刚了解浪青啊，就是要4到6次，一次都要隔1个小时，那最少就要6小时。对，那非常费工的。对，其实整个过程不止6小时，从我们茶叶晒下去以后，要到炒青大概都是晚上12点1点的事情了。所以浪青完现在就是要炒金了嘛？对，我们浪青完还有一个渥堆发酵。那渥堆发酵完以后，我们就用炒金，把它炒熟，把它锁在那个味道。一方面利用这个炒金机的高温，然后把剩下的水分蒸散。那炒金的温度是不是也要注意？怕等下炒焦会不会？当然，炒金不能太高温，但是也不能太低温，这个都会造成茶叶品质不稳定。那炒金完的茶叶是现在用布把它包起来，是为什么？对，因为我用布把它包起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待会要整形嘛。但是东方美人茶有一个很特殊的过程，就是我们这客家人开创的，就是说它有经过一个炒后门，我们炒下来的茶金包在布球里，要放在一个不会透气的容器里，然后用蒸汽让它回焖。制作东方美人茶时间漫长，繁琐费工。从茶叶采摘、萎凋、搅拌、炒金等道道功法，以高标准制茶方式处理外，下一步骤就是静置回润。静置回润是制造东方美人茶的特有步骤。炒金后，用湿布包裹住茶叶，让茶精湿润得以保有足够的韧性。揉捻易于成型，避免茶芽被揉损，再进行烘干制成。哇，好香哦！这个就是刚刚揉捻完的茶叶吗？对，刚才揉捻完，已经进行过1次乙种干燥机干燥了。好喜欢这味道。对，因为现在我们要把这个茶叶到达充分干燥，所以我们需要再用这一种的干燥机再进行下一次的干燥。好啊，好啊，那我来帮忙你。对，那我们干燥过程就是把这个平均把它放在这个上面，也是把它铺平均嘛。不能太厚，动作要比较轻，因为它容易碎掉。我们铺平以后呢，我们就把它放进这个里面。
那这个烘焙是要烘多久？时间不一定，因为要看它的干燥度而定。所以在烘焙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反复的、不断的去冲泡它，等于一个试验，看它是不是真的达到干燥。经过烘干而制成的茶叶，再经由制茶师不妥协的分级、精致焙火、出品包装等繁琐流程，制作出有浓浓蜂蜜香的手果味。西方饮茶人士誉之为东方美人。现在徐大哥要来考考我，是不是能分辨出好的东方美人茶？现在我们玩一个小小的游戏。好啊，什么游戏？然后请你选出哪一个是最好的、最具蜜香的。好，哇，刚刚徐大哥有教啊，是要先摇一下，对，才有香气。轻轻的摇就可以。哦，轻轻的摇。好，接下来换第二个。轻轻的摇。所以通常就是制茶师都是这样闻，然后可以知道哪一个是比较好的茶。可以的。这个味道好像比这前面2个香气再浓郁一点点。所以经过我们刚才的讲解以后，你真的有学到，是吗？正确答案就是这个。哦，真的哦，这个就是哦，对啊，它的味道比较比那2个再浓郁一点点，而且比较香。对，而且它的蜜香是比较明显，就是你说的味道。哦，对，那个蜜香味，我很喜欢东方美人茶那个蜜香味。略紧张的我要分辨茶香，很开心，我竟能分辨出好的东方美人茶。在品茶过程中，徐大哥诉说着对环境的理念与愿景，使用较自然的方式耕种，让土地永续经营。这份爱护环境的坚持，是茶农对土地的尊重以及对茶的诚意。来，道歉，请喝茶。然后一般我们会先端起来，然后闻一下它的味道。好香哦，就是那个蜜香味。然后再缓缓的喝一小口这样。哇，我好喜欢那个，就是含在里面从蜜香，然后最后慢慢变到清香，然后还有一点点的手果味，然后喝起来那个回甘的感觉，我觉得好棒哦。那东方美人茶最大的特色就是在它蜜香和手果味。今天很开心呢，跟徐大哥参与了制茶的制作过程。那以前古人常说，开门的7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就代表茶在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如果说茶是一个非常好的艺术品的话，那制茶师就是非常关键的创作者，因为从茶里面呢就能感受到创作者的用心度和品味。今天呢，跟在徐大哥旁边，看到他从发酵的控制啊，还有到湿度的判断啊，都是非常的重要。还有峨眉香用了非常自然的耕法，才能让我们喝到这么美、这么好喝的东方美人茶。今天真的谢谢徐大哥让我更了解了东方美人茶。也欢迎你以后可以到峨眉，我们峨眉不只有东方美人茶，我们还有桶柑，我们有12寮的休闲农业区。直接拉起来，根用掉，然后把根的地方削掉。那你这个根可能要再削，留一点根给它，要不然这个才会散掉。正常啊，是要这样子根留着。结果刚刚不小心让它散掉了，散掉的是错误的方式。因为是不是最近下雨天的关系，土已经很湿润了。胡萝卜下雨天拔非常的好拔，这样轻轻松松就拔起来了。切切片，再切丝。寻找简单的食材，与大自然共处的方式，也是一种乐活的态度。在台3线上，农产丰饶，有一种乐活生活的形态。听说在这古色古香的3合院附近，可以吃到在地客家料理，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我今天沿着台3线旅行啊，体验乐活之旅。我刚沿路走来就被你们的餐厅吸引，走了进来。我听说你们餐厅有非常美味的客家料理。客家料理的菜都是我们田
田里自己摘回来用的。所以是自己摘，然后自己种啊，然后自己再做菜来吃。对对对，我建议你去我们农田啊，现场采摘回来，这样更有趣。好啊。魏阿姨说，想要吃在地客家料理，唯有亲身动手体验乐活，才能感受乐活之美。我深入客庄，用行动踩着泥地，用心体验农场生活。吴大哥，刚阿姨啊有请我来采摘一些菜。那你来的刚好，目前的菜都长蛮漂亮的，目前有高丽菜、红萝卜都是盛产的时候。所以我看到眼前这片农田呢，都是吴大哥自己亲自耕种的吗？原本是我爸爸从第一代开始这样子，然后目前我爸爸就是交到我手上，由我跟我弟弟，目前开始在管理这样。那像在这种田园的管理上啊，是不是要注意很多的地方？主要我们是友善的对待土地，然后防治的部分我们会比较注意这样子，没办法用农药跟化学肥料。就是也有在顾到环境这方面，就是不要破坏到生态这样。不要破坏到生态，问题是我们的产量也是要顾到这样，所以还是有一些物理性的方法我们会在使用。处处可见吴大哥对农场的用心，这份感染让我对农场充满好奇心。吴大哥，像我啊，在田园里面呢，我有发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它这个东西主要是防治夜盗蛾成虫的，它是诱捕公的夜盗蛾，然后就是减少公的夜盗蛾的数量，然后进而就是压低它那个幼虫的数量这样子，然后就是比较友善对待这块土地啊。夜蛾类对蔬菜作物会造成相当程度的危害，但吴大哥秉持着友善农作的理念，尊重土地的精神，以较自然的方式用费洛蒙捕捉雄虫，有效减少田间虫口数。我们就是把菜拿起来，主要根的部分削掉，土拨一拨，然后你叶片叶片你可能检查一下。好，所以这是先初步的检查。对对对。好。然后让你试看看。好。来，直接拉起来。拉起来。根用掉。拉起来，然后把根的地方削掉，然后再拨一拨。吴大哥从事农业很久了吗？从小到大，生活在这边，多少都会看到这样子啊。那是什么时候回来帮忙那个务农的？当完兵啊。那你这个根可能要再留一点根给他，要不然这个菜会散掉。我把原来要留。原来如此。再试看看。正常啊，是要这样子根留着。结果刚刚不小心让它散掉了，散掉的是错误的方式。不好意思啊，吴大哥。好，那我再来试一个看看。就是要留着它的那个根，不能把它散掉嘛。对对对。好，这样。这样。这样就对了嘛。吴大哥，我看到后面也有一些那个阿姨在帮忙，他们也是在采摘菠菜吗？对对对。哇，那我可以过去找他们聊聊吗？可以啊。好，台记，我来帮忙你们了。好。刚刚吴大哥有教我这个采菠菜的诀窍，所以我已经得心应手了。我来帮忙你。好。刚刚有抓到那个诀窍，是要从可是你不能这样子拔呢。直接下去割了。拉的时候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拉。其实要很细。它其实它很脆。要很细。我就不大敢拉，就是这样子。它这样拉这样子就不行了，这样子。对啊，要很细心。手拨一下，有没有？拉起来。拉起来。像这个有梗的地方有没有？因为太长了。好，我就把它割掉。哇，其实这个菠菜看起来好清脆哦，都有听到那个声音。对，现在声音有没有？现炒有没有？洗一洗，就是最多一点那个手那个蒜头那一些去爆一下就很好吃了。采摘蔬果的时候，大哥说：“你想要怎样的收获，就要怎样的栽种。友善农作理念，土地自然也会给予回报。天然的栽种方式，善待土地，永续经营，已经是吴大哥全家大小的共同理念。土地有了健康，当然就能产出好的农作物，改善生态环境，同时也在为家人的健康做把关。”这个高丽菜要怎么采？就是蛮简单，就是我们就是把它的根部茎部找出来，然后我们就是瞄准它的就是比较底的部分，然后一刀给它下去。其实它这个不会很硬。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底部比较
比较不漂亮的叶子把它剥掉，对，这样就 OK 了。那我来试看看。然后旁边稍微剥一下，这样。对，哇，其实体验这农村生活，感觉好有乐趣哦。自己种菜，自己摘，找回原始的简单，回归土地的真正味道。想吃就随手自己摘，拾回人类本质的生活方式，就是吴大哥对农场友善耕种的坚持，回归原始甜美的土地。胡萝卜是要怎么采？单纯就是最基本的就是把它拔起来嘛。然后因为我们最近直接这样拔嘛。对，你可以试试看，目前还很好拔。怎么这么好拔？因为我以为会埋在土里面很深，然后会很难拔起来。因为就是最近下雨天的关系，土已经很湿润了。对，所以拔胡萝卜的话，下雨天拔它是会比较好拔出来的。对，因为是下雨天也是有问题，就是怕它容易烂了，所以我们时间不行拖久。通常下雨天就是赶快要把它收起来了。哇，胡萝卜下雨天拔非常的好拔，这样轻轻松松就拔起来了，我觉得好有趣哦。哇，胡萝卜真的很好拔，所以我多拔了几个。那现在我已经凑齐了胡萝卜、菠菜，还有高丽菜，我准备要去做客家料理。把刚刚在农场亲自采摘的新鲜蔬果整理至篮子，我迫不及待想要赶紧回厨房找魏阿姨瞧瞧。我想要用我的双手来实践乐活精神。那我把菜采回来了，那这些菜啊，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我们就来炒客家板条啊。好啊，哇，我在很多客家庄都有常看到这个炒板条。对啊。哇，好。就是我们客家道地的客家菜。哇，那我一定要来一起学做这个炒板条。好，那先教你蔬菜清理一下，然后我们就来炒板条。好啊。美好的农场体验，对于幸福的真实感受，是我内心深处的寄望。魏阿姨不嫌我手脚笨拙，协助我清洗蔬菜，看似简单平凡，却美好有趣。乐活就是顺乎自然，实践生活态度。我可以帮忙你切这个萝卜吗？切片，再切丝。这样好棒哦！耐心的魏阿姨细心陪我切菜备料，我凭着坚毅的客家本色全心投入。学切菜得靠胆大心细，切着切着自然就熟能生巧了。对备料越来越有心得的我，等一定要好好协助阿姨做客家料理，然后尽情的大快朵颐一番。先让它滚之后啊，把那个高丽菜呀、红萝卜啊也放下来。好，是先让它煮吗？对，我们这个板条啊，是我们这边的客家乡亲早上做好送过来的。哇，我发现这里啊，都是会运用当地的食材，然后来运用在这个料理上面。对啊，这样东西又新鲜啊。我和魏阿姨一起合力的炒板条，现在完成了。但是等一下才能品尝，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福菜汤。好，我来教你。好，这个就是福菜。对啊。那个福菜，我之前看到是不是都是用芥菜？对，我们是用高丽菜干。你们这里是用高丽菜？这个是我们自己制作的高丽菜。把它的味道煮出来，因为它是酸的啊。像这个高丽菜干拿来煮大汤也很好吃。我发现这里的都好像都是会比较着重健康啊，然后用在地食材这样。在地食材做一点，因为一般农作物的话用不完你就把它腌起来，之前的人都这样。自给自足的农家美食蕴含了农村生活的精华。魏阿姨是在地客家的家庭主妇，道地的料理方式都来自于客家朴实农庄的生活态度，取之于在地，用之于在地，爱物惜物不浪费，变化出富有客家文化的传统美食。客家福菜汤、炒板条可以上桌喽！哇，很开心完成了这2道菜。
今天体会了自给自足、自食其力的快乐。而且啊，刚刚在农田中啊，看到在地的农民很用心的经营，想要让更多人吃到他们用心的菜。除了看到他们希望更健康呢，也看到他们对于环境还有生态的重视。哇，看着他们啊，有这种环境责任的观念啊，是真的很佩服。而且啊，这样讲着讲着，我肚子也饿了，我就赶紧来吃这2道菜吧。每一口都是对淳朴农村生活的美好想象，道道佳肴取材自生活里，在品尝后可以领略那简单却富有生味的饮食文化。酿酒在客家庄来讲的话，它算是一种祈福，因为在客家庄的资源比较少啊，所以说老祖先呢总是会把一些东西呢能够延长它的那些使用哦，让它的那个使用的效果极大化这样。米对客家人来讲是很重要的食材，就像一些逢年过节一些米制品啊，饭啊、米糕啊那些东西。那米酒的话，客家人对米酒就是说，我们在女性在坐月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纯米做的米酒下去坐月子。来到风光明媚台3线上的东势，走到古朴的红砖墙，循着酒香的味道。这次我来探访使用当地水果酿造的技艺。水果不仅能保存原有的香醇，还提高了当地果农辛勤耕耘的收益。吴大哥，我今天沿着台3线热活之旅啊，然后感受到当地好多农村的生活，然后感受非常的惬意，而且有些农村啊都会用自己在地的食材啊做一些料理。那我是听说吴大哥这边是不是也用在地的食材然后来酿酒？哦，当然了，因为你在台3线的话，你基本上你所走都是客家庄嘛。对。那酿酒在客家庄来讲的话，它算是一种祈福，因为在客家庄的资源比较少。所以说老祖先呢总是会把一些东西呢能够延长它的那些使用让它的那个使用的效果极大化这样。另外当然这几年，尤其是在台3线的沿途，也算是，尤其是在我们东势算是水果的盛产区。那当然在这边我们自己本身盛产的水果，比方说是橘子啦梅子啦或者说水梨啊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可以酿酒的。那我们就用这些在地的原料来把它做成酒。那有些地方就是说它只有一种代表性的水果，那东势会有好几种。那像柑橘啦、水梨啦这个在东势都是以目前的那个产出都还是非常精彩的。水果就是你就摆了，等到它超过它的保存时间了就会坏掉嘛。那就是摆在，如果说你把它酿成酒之后，一段时间，它会有一些变化。像现在这个季节，鲜食的那个橘子已经采收期已经过了，你说要吃到橘子现在比较困难。我们如果摆在瓶子里头，随时都可以喝。所以就是不要浪费它这样。对。基本上酿酒的话，我们也要牵涉到有一些它的那个文化了这个部分你也就可以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客家庄一再的展现的就是这种祈福的概念、祈福的精神。哇，原来这个酿酒里面还有这种含义在里面。吴大哥，谢谢你帮我介绍这么多哇，让我对这个水果酒多了一份认识。品味在舌尖上舞动的珠圆玉润。橘子酒的原料来自于台3线上结实累累的丰硕果实，运用当地农民酿造技艺，保留住最美味的幸福口感。除了水果，也运用常见的米来酿造成米酒。米酒是台湾最传统的蒸馏酒。刘大哥更述说着客家人的生活与米酒密不可分的关系。米对客家人来讲是很重要的食材。就像一些逢年过节一些米制品饭啊、米糕啊那些东西。那米酒的话，客家人对米酒就是说，我们在女性在坐月子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用纯米做的米酒下去坐月子。哦，所以就是在坐月子的时候喝这个的话，会对身体舒缓一点，这样。对，因为我们是用纯米下去做。哇，好啊，那个刘大哥赶紧带我做这个米酒。哦，好，那我们来做米酒。好。制作米酒啊，这个米煮熟后是不是也要等它放凉才能开始做？对，因为我们曲菌下去的温度要在40度以下，所以我们要等它放凉。那现在放凉呢，这就是我们的曲菌，那我们要把它均匀散在米上面。哦，40度以下它才会发酵吗？菌种才不会死掉。哦，才不会死掉。好，均匀的撒。那我们现在就要拌曲，那因为我们要把它拌均匀，所以它有一定的手法。好，也有技巧在里面。好，拌均之后，把旁边的弄进来。哦，要让它均匀的都有包围在那个曲，都有接触到曲。这样子之后，再是一层一层，这样一层一层把它弄出来。这样子是要拌多久？那就把它拌匀，拌匀就好了。对，就把它拌匀。好。以米食为基底的客家人，米食的运用更是多元，其中最让人知晓的就是米酒，坐月子期间调养身体不可或缺的食材之一。而今天更了解到善用当地食材的展现与惜福爱物的精神。哇，今天下来收获很多啊！从刚刚乌大哥啊会用在地的水果去蒸馏成酒，刘大哥呢带我体验了这个米酒的制作过程，我才发现其实米酒的制作过程啊是非常的繁琐。那我看到乌大哥跟刘大哥这么认真啊，用这种乐活的生活方式啊，我觉得自己蛮钦佩你们的，谢谢。酿酒，人类从远古时代开始就懂得享受的美味，几颗看似不起眼的日常水果，透过爱物惜物的观念，变成了香醇水果酒。再平凡不过的米，透过传统工艺就能变成米酒。在品酒的背后，原来是有这么深层的故事。今天沿着台三线的旅行，走过了许多田园风景，感受非常惬意的农村生活。今天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看到在地的人用乐活的生活态度、生态永续的精神、健康的概念，在自己的茶园、农田和料理中热情地挥洒着，快快乐乐，用心生活。不仅感染了在旅途中的我，也在村庄与村庄之间一直美妙地发酵着。我好喜欢这种自在的简单生活。今天让我看到了非常乐活惬意的客家庄。